大家好，又到驚犬美食時間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位於美麗華廣場一期 Habitu。我哋係下午茶時段去，佢有好多下午茶選擇，有蛋糕、甜品、麵包、飯、意粉。飲品方面都唔係只有咖啡，佢有茶、豆奶，甚至酒。我哋叫咗個煙牛胸肉牛角包，個牛角包係脆脆地，餡料都幾多，有芝士，啲煙牛胸肉都幾多，好容易切開，有少少醬，唔會覺得好 heavy。碟上有沙律菜，平衡一下。飲品方面，我哋叫咗一杯紅菜頭泡沫豆奶，感覺好清新。我哋仲叫咗個黑松露牛肝菌意大利飯，個飯有濃郁黑松露味，個汁好 creamy， 加埋牛肝菌，好有口感，好味。我哋食飽飽，又係時候返驚犬，下次見。